我真係咧一心諗住咧，即係成個主題就係模型啊嘛，咁一定會有其他人好似我咁帶埋模型一齊影相啊嘛，結果冇咯，得我一個咯，你明唔明啊？咁啊，去咗呢個museum啦，然之後大家睇到咧係啦，我真係有帶埋我嘅 GCarX 一齊去啦。我係第一次帶模型出街影相呢一件事。然之後咧，比我想象中仲要開心一啲，因為咧公仔影相雖然好 Q， 但係公仔咧冇得擺 pose， 模型好多都可以擺 pose， 所以就非常之 Q。嗰日同我去同一團嗰啲人咧係好多，睇落係50代、60代，甚至70代嘅叔叔嬸嬸咁樣係啦。然之後我心諗哇！即係對模型嘅愛係不分年紀嘅，大家係乜嘢失禮啫？喂，講下啲發現俾你聽啫。呢大部分嘢你上網可能睇人，有冇人哋會講？但係即係我呢啲咁親身體驗嘅嘢，上網啲人唔會講噶嘛，係咪先啊？因為拉低個平均年齡，我想講我絕對係拉低咗平均年齡。大部分參觀者咧都係一 pair 兩公婆咁嘅樣一齊去嘅咯，好閃。咁係幾溫馨嘅，我覺得，即係我覺得去到嗰個年紀，仲兩公婆一齊去睇模型博物館，其實我係真心覺得呢件事好溫馨嘅，係人哋帶老婆去丁大無豬家水。我想講呢一個咧，又係另一個我估唔到嘅點係咧，我以為咧，我真係咧一心諗住咧，即係成個主題就係模型啊嘛，咁一定會有其他人好似我咁帶埋模型一齊影相啊嘛，結果冇咯，得我一個咯，你明唔明啊？結果得我一個好開心咁樣，即係我仲有帶埋影公仔用嗰啲棍咁樣夾住。G 卡就好開心咁影相咁樣，然之後 only me 得我一個，點解？點解成個館嘅主題就係普拉摩，得我一個人有帶普拉摩？我覺得呢件事係唔啱嘅，大家，但係咯，但係事實上就係咁咯。點解會咁嘅？點解會咁啊？有冇唔明啊？屌，係啊，點解會咁樣噶？我覺得有少尷尬，好老實講。